超滋味和牛漢堡鐵板燒，你食過未啊？今次呢間嘢位於涉谷 Paracor， 一入門口行2步，落電梯就到。咁基本上係咪都要排隊？平日就唔使排咁耐。使用 A 級靚米，有日文、中文同英文 menu。我推薦 double 和牛漢堡。如果覺得唔夠喉，可以叫牛扒漢堡 set。記得叫埋飯 set， 飯湯沙律同雪糕可以無限食。枱頭有調味料，但我只係會推薦一種，就係鹽。有埋圖文教你點樣去整個漢堡。Double 係320g，但係一定食得晒。佢會喺你面前表演啪啪啪，咁樣可以抽翻啲空氣出嚟，同埋令佢更加結實。咁樣燒出嚟可以鎖住肉汁，令塊漢堡更加正。咁等緊嗰陣，準備定啲鹽。咁額外叫咗個藍黃醬，即係蛋黃加黑松露鹽。師傅會幫你燒咗一面先，等佢唔會咁鬆散。咁之後就要自己親手燒。你聽下啲聲，邪惡咯。咁就點少少鹽，都唔需要講任何嘢，係無敵啊！連日本小姐姐都讚好。咁我哋試埋個藍黃醬，將個和牛漢堡再次升華，好正！記住叫埋個可樂，正啊！一碗飯肯定唔夠，要再叫多碗，真係好食到停唔到啊！最後食埋個雪糕，佢有啲似香港雪糕車嗰隻軟雪糕。呢個漢堡界天花板，2個人加埋得7000嘢唔使，咁就係咁多啦。想有睇好西嘅 follow 讚好 ，share 埋俾你朋友，試過嘅朋友可以留言話我知你點睇。Kiwami 啊，好食到癲！